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日早起，咱先继续来关心非洲猪瘟的消息。台中5车饲猪场标出非洲猪瘟，中央公布上新调查的结果，确认这一届猪瘟敢若发生伫咧台中，并无摊开的现象，推论可能是喷无行过造成的。因若当时会解除猪肉禁令。指挥中心讲，未来这3天检疫若是无问题，上紧初7就会解禁。非洲猪瘟拖烧几日天，中央应变中心公布上新的疫调结果，确认这届发生猪瘟是单一的案例，敢若台中一个案例场有出代志，加在病毒无传出去。照目前的判断，应该会当确定病毒和喷无主食有真大的关系。厨余是最重要的来源，并且重要的是未合格蒸煮的厨余。根据以前的调查，有使用到旧车清洁队的喷的猪条有2场，一个是确诊的案例场，后来这个案例场佮甲喷分予另外一个死猪条，加在死猪条的喷有煮透，所以规条的1000只猪仔检验的结果拢无代志。西厂它有落实的这个上传它的蒸煮资料。有去呈报，多次采样都是阴性。那这个案例场呢，他从7月通报上传资料1次，8月就从来没有再上传资料。农业部长也表示，要确保未来3天全台湾的猪条拢无病毒，才会伫11月初7解除猪仔禁台禁运的禁令。不过，也是会继续禁止用喷来饲猪的政策。你要及时监测，还有相关的配套的这些法规要完备了以后，我们才会去处理。这个厨余养猪场是不是能够继续用厨余来饲养？也若未来台湾敢会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农业部长指出，这较有难度，需要搁再讨论，爱时间互猪农转型，而且喷要安怎处理，也是一个新的环境问题，需要用时间来解决。记者陈选王志光台北报道。台中非洲猪瘟这个案，5车饲猪场一对姓陈的爸仔。因为涉嫌业务登记不实，今仔日翻点过羁押禁见。台中地检署调查发现，讲这间饲猪场哪像头家猪仔死亡送化济的3连单，而且佫甲喷载去其他的饲猪场。检方查访所在饲猪场这对爸仔囝，也佫有台中饲猪协会2个司机引导，约谈4个人到案。获审了后，认定这对姓陈的爸仔囝涉嫌业务登记不实，有消灭证据甲串口径的疑虑，所以先押羁押禁见核准。咱另外2个司机是信后请回。台中市府为初3开始喷美国台，会全部送焚化厂来烧。环保团体嘛要求，都要加强第2线的检测。咱农业部是表示，因为病毒可能是喷无行过造成的，所以目前要是禁止用喷饲猪。未来若是符合3项条件，才会考虑开放。台中市爆发非洲猪瘟案例，喷饲猪被认为是破口的原因之一。要安怎解决，真做真大问题。台中市为一开始，10个用台喷的所在，到顶个月30只剩3个所在。不过政策迄边，台中市府宣布，初3开始喷袂阁用台的，改做全面用烧的。开放熟厨余进场焚化发电，所以本市熟厨余将全部采焚化发电处理。有一人满载的，个临时个加只厨余出来吼，垃圾了就拿你烧回去啊！你个真正加只厨余来吼。台中市目前每日喷的量差不多250万吨左右，初3开始全面去3大焚化炉去化发电，不过地方烦恼喷可能造成已经老旧的炉体负担，官方也认为可能加重空气污染，甚至加做大后新。环保局有没有因为近日增加厨余焚化之后，有特别针对戴奥辛去做采样跟分析，并公布数据这件事情？10月28号就是由文山焚化厂跟乌日焚化厂用焚化发电处理，那就占大概70%。那第3阶段就是11月3号，也就是今天，变成是100%用焚化发电处理。
台中环保局表示，喷射后焚化炉的热带降低，连带增加处理量能。以文山厂来讲，每节处理量为580吨，增加到605吨。随时完成的后里厂加入了后，能够提悬处理量。农业部青山夜地记者会指出，目前台中旱场的病毒可能是非无落实催子处理的喷来的。那疫情严控制，有希望测试解除禁喷禁台，暗过未公布解除用喷试滴。针对全国的所有的这些蒸煮设备做全部的联合稽查，包括地方政府、包括环境部、包括农业部，我们会组成一个联合稽查小组去稽查。农业部表示，未来强烈要求落实喷的催子，暗过是不是要全面禁止，甚至提悬罚则？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强调，包含安怎气化对环境的影响，拢要讨论，必须是对社会冲击是详细。记者综合报道。昨天下晡5点多的时阵，台铁嘉义到南靖这段发生有民众走入去铁轨路的事件。警消去到现场的时阵，这个民众已经明显死亡。这个事故嘛，致使嘉义南靖这段暂时封起来，到暗时7点外才恢复通行。天色暗嘛，警察伫现场来来回回找线索。台铁嘉义南靖之间的西正线，最早下到5点外，有人走入去铁轨路。和一事二处自强号弄到，救护人员到现场时阵，看到人吊伫咧车底，已经明显死亡。本3日19时取获报于水上乡三正路附近发生车祸事故，本局立即派遣分队前往，抵达后现场为火车与行人发生车祸，患者1名男性，约50岁，已明显死亡，后续交由远警处理。这件事故造成嘉义南靖双线车拢无法度过，上北路南的车拢有慢粉的情形，佮拄好是下班时间，列车无法度震动，真侪乘客拢被漂留伫咧车厢内，行程也受到影响。阮当对遮行过啊，啊，阮当对遮行过。哦，伊对遮行过就对啊。伊遮都无违。台铁伫咧事故发生后，随启动公车接驳措施，协助乘客改制气温。事故伫暗时7点外左右排除，恢复双向通车。所来警方会调相关的行车监视器影像，调查代志发生的经过。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北部、宜兰甲花莲会较凉冷，水气也是真高。咱来看云图。透过画面，咱会当看到一波一波的云霞扫入来咱台湾。嘉南到台北山区，也有宜兰的雨，也是继续落。桃园、新竹、苗栗、花莲，甲中部的山区受局部的短暂雨，南部的平地是晴天的天气。温度的方面，北部宜兰花莲19度至25度，有较凉冷。中南部甲台东早暗较寒，低温差不多21度至23度。不过日下的时阵，高温也是有甲28度至31度。而且乡亲中南部的早暗温差较大，都要注意加套衫。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拜三进前北部甲东部温度会较低，而且嘛有可能会落大雨。爱甲拜四开始才会较好天，温度嘛可能会甲30度。北部乌阴落雨的天气凉凉冷冷。拜三开始，阁有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来到台湾，不过加在雨敢若会落一天，加长天拜四就开始一路好天到礼拜。那到了礼拜四，整个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它降雨的情形又会再更加零星一些。温度的部分，拜二这2天日时拢真凉冷，平均低温无到20度，上高温嘛敢若24度。东南部的温度就较悬，日时高温的普遍接近30度，不过早暗温差真大，差要10度。拜四就会开始变好天，温度会慢慢回温，全台低温恢复到20度以上，高温也会来到30度左右，到时天气就会淡薄热。那整个温度上面也会有稍微更明显的回升的趋势，尤其是台北、宜兰，近中午也有可能会来到27度左右，所以整体感受上都会比较偏向温暖甚至闷热的情形。另外，气象署也表示，目前伫咧菲律宾东边海面的海鸥风台已经增强做中度风台，预估伫拜五登陆越南，对台湾未造成直接的影响。不过，另外一个同款伫咧菲律宾海面的热带系统就较歹讲啊，未来真有机会向北平刷，可能伫后礼拜2上接近台湾。气象署提醒南部的乡亲，要随时留意上新的预报状况。记者陈亚轩、林旭凯台北报道。
最近这几天天气是连咪寒连咪热，老大人都要特别注意感冒引起肺炎。卫生局建议65岁以上的时代都要赶紧去做肺炎、流感，还有新冠的预防针，减少重症的风险。天气渐渐变寒，也是高感冒的季节。季节转变，也是呼吸道传染病压起来季节。台北市卫生局讲，时代是肺炎死亡高风险族群，而且肺炎也是台北市10大死因排第3名。对民国111年开始到今，死亡人数逐年增加，所以建议厝内65岁以上时代要紧去做肺炎、流感、新冠这3种预防针。先打13价，再打23价疫苗，所以中间要间隔1年。好，那如果说是高风险的朋友，他的话，他可能依照医生只可以缩短到8周。另外，医院高龄化，台北市卫生局也拍算结合外籍看护，也有长照资源，提供厝内有失智失能的被照顾者，更较周治的服务。厝内有请外劳的家庭，会当卡1966专线，就会当有专员去厝内评估，若是符合资格，也会当申请长照服务。那专业服务的部分是由专业人员可以到宅来指导我们的外籍看护工个别化的照顾技巧。来提升他们的一个照顾技巧。那第二个部分是有关于喘息跟短期的照顾服务。那当我们的家中有外籍看护工，他遇到需要休假，那可以来申请由我们的本国籍的照顾服务员来协助照顾。卫生局表示，长照服务员会当协助外籍看护互相配合，亲像换药啊、洗身躯，互外籍看护休喘、短时间退休，也会当申请长照的交通接送服务，互长照的服务愈来愈符合需求。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各位乡亲，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花莲广福乡有真侪受灾户，厝内的电器甲家具进水拢全歹去。县府已经伫咧10月底分5项细项的电器，按算初7会开始来分大型的，还佫有加速炉。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让妇女的劳动力投入就业，政府打算要开放厝内有12岁以下一个囡仔的家庭，嘛会使申请外籍的使用人，上近年底就会公布政策。过来看《联合报》，立法院审查气象法修正草案，按算未来若发布高温特报的时阵，相关的单位会使家己定出高温出勤的标准。交通部讲，高温假袂像风台假安尼同款休几工，是会看时段来休困，而且提出出勤还有津贴等等。来看美国白宫初1的时阵公布美中经贸协议。美国为初10开始暂停扩大先进晶片的管制对象，不过川普讲美国未甲回答的先进晶片予别人，因为中国嘛暂停实施稀土的管制。专家认为讲，这个消息让全世界晶片的业者有加较放心。台股10月伫台积电带头之下起超过2400点，创台股史上一个月第2大起点。11月台股延续气势开红盘。盘中震动最后是收跌28334点，起101点。宽达股台积电初3股价收跌1510块，起10块。专家认为，美中经贸协议出来对台股影响是好上加好。相关的障碍会更少 ，AI 的需求拉抬那今年台湾的股市呢，其实是有基本面在支撑的，因此现在就是说锦上添花啦。美国白宫初宣布美中经贸协议内容，中国宣布暂停执行10月初9宣布的稀土出口管制新规，确保恢复出口安设半导体中国工厂晶片。美国是会这个月初10开始暂停扩大先进晶片管制对象。对于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捌伫顶个月底讲，希望回答上先进 Blackwell 晶片引伫中国卖，不过美国总统好亲像无甲关系。The chips are 10 years. The new Blackwell that just came out, it's 10 years ahead of every other chip. But no, we don't give that chip to other people. 晶片的销售上面来说的话，其实美国对于中国大陆在人工智慧相关的晶片一步都没有退让，并且还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把关。半导体业者传出，台积电会9月开始通知客户，为明年1月开始5奈米以下先进制程会连续4年起价。传出联发科高通考虑转单，不过专家认为台积电有竞争优势，影响无大，有关研究台整体利润。记者综合报道。
2005年 APEC 峰会结束啊，咱的代表林信义昨昏转来咱台湾分享结果。伊讲会议当中，各国对台湾 AI 半导体甲中小企业有表达合作的意愿。也那日本新的首相高市早苗嘛讲，咱台湾是好厝边，真关心台海安全。让我们欢迎林信义领袖代表。APEC 领袖峰会落幕，领袖代表林信义带团回国，初三出席记者会分享成果。伊讲顺利完成总统赖清德交付的任务，也伫会中充分感受花若盛开，蝴蝶就飞来。台湾伫 APEC 的能见度明显提升，各国对台湾的 AI、智慧医疗、数位健康，也甲中小企业轮性发展，表达真大兴趣，也甲合作的意愿。当各国在讨论如何建立可以信赖的供应链的时候，马上就聚焦到台湾来。林信义嘛，甲真侪位领袖甲代表团成员互相对话，包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新加坡总理黄顺才、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等人。尤其林信义个会晤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是这届一大特点。高市阁打出2个人握手的相片，展现台日情谊，引起中国的不满抗议。他认为，第一个，日本跟台湾是一个非常友好的邻近的国家，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对于这个整个台湾海峡的安全和平安全，他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代表团传出为接机到做伙翕相的徛位，拢叫中国打压。外交部坦白讲，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愈来愈大，国家中国要主办明年 APEC， 到时阵咱台湾恐惊会拄到更侪阻碍，互外界烦恼参加会议的人员人身安全。外交部表示，真侪领袖经济体原有共款的议论，虽然中国进前有书面保证。不过外交部是讲会持续甲其他的经济体沟通，促使中国履行承诺。我们就是平等的会员体，大家应该平等的对待，接受平等的这个接待。去年我们知道中国提出要主办2026年 APEC 申请之后，那我们就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就是说有关于我们是不是会被平等对待，以及我们与会人员人身安全的一个疑虑跟质疑。那最后在我们跟这个理念相近这个会员共同的努力之下，所以中国做出了这么一个书面保证。针对台美交流的部分，国科会证实有甲美方讨论台湾模式伫美国打造产业园区，对咱方提出的需求，美国表态会尽力协助。记者采访报道。根据媒体报道，讲台湾伫咧爱沙尼亚的首都设代表处，煞是卡2年拢超袂好势。主要原因可能是惊中国报复，卡伫咧名称要用台湾或者是台北。针对这点，外交部讲，希望会当以互惠合作的精神来强化两国的关系。在团结欧盟及全球理念相近伙伴的力量上，爱沙尼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去年11月，爱沙尼亚国会外委会头一届组团访问台湾，主席梅马坎国话讲，希望台爱两国会当互设自处。不过，卡2年的代表处议题，根据外媒日经亚洲的报道，亲像后面方面讲袂罢才停落来。台湾方面希望应用立陶宛模式，以台湾代表处的名义设立。不过，爱沙尼亚烦恼中国报复，坚持使用台北。外交部也将秉持开放态度，愿与爱沙尼亚基于互惠合作的精神，务实讨论加强双边关系与增进相互了解的具体做法。根据资料显示，2024年台湾出口去爱国的贸易额差不多4919万7712美金，进口3355万1490美金，是贸易顺差。专家认为，爱沙尼亚的数位化加资讯安全，伫欧洲国家扮演积极的角色。立陶宛了后，台湾也想要找到真好优质的一阶段有利台澳交流，爱量早投资季节。他们的数位公民的部分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就对很多台商要进欧洲市场来说，如果可以不用做这个所谓移民间或者是相关的这商务的便捷性更高的话，那或者透过这个数位公民的部分，可以做更多的链接，人与人的这个交流跟商业的这个推进要同时并进中国针对主管名称对台湾施压，不是头一届。2017年，台湾有5个驻外管处，包括奈及利亚、巴林、厄瓜多、杜拜甲约旦，拢因为使用中华民国还是台湾，去中国要求改名。2023年，驻斐济代表处捌有希望使用中华民国台湾，却也是失败。改回来驻斐济代表
商务办事处。最近一届是今年2025年，咱驻南非代表处的官方网站名称直接互人改做台北商务办事处，甚至去予当地政府要求爱迁离开首都，因为号名问题一直卡条的。专家建议，甲爱沙尼亚交流应该以强化实质的关系，提高台湾伫这个的能见度。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联邦政府停放已经持续34天啊，这嘛创下美国历史上时间第2长的纪录。有关美国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原底是11月7日要来发放，不过因为资金无够，所以是就暂停。那上新的消息是，联邦法官裁定政府就要继续来支付这个补助。伫进前不接受美国营养补偿计划 SNAP， 俗称食物券的维吉尼亚州亚利桑那市2位做老母的人，甲别人所管的食物罐头，拢采伫咧社区的食物银行，因成立草根组织 Rooted to Rise， 帮助迄寡就要失去援助的人。I know what it's like to give my kids food and not eat for the night. 美国联邦政府继续关门，2位联邦法官初三裁定，政府就要继续支付 SNAP。专部政府讲将会伫这礼拜部分恢复发放，只要用到紧急资金。这是根据顶礼拜法官的命令，至少部分支付11个 SNAP 的补助。虽然政府讲将会将52.5亿美金的紧急资金拢用完，不过是未动用其他的资金来全额支付。微博报道，政府关门第34天，共和党的领导人讲，暂时无打算要废除辩论制度。将60票才发到结束法案辩论，这是对民主党上海冲动的一种重要保障。As much as I have wanted to blow up the filibuster sometime as a House member when we were not getting what we wanted done in our agenda with the president, and he's very passionate about this. This debate we're having on our own side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nger that we feel, the real desperation that we feel, because we want the government to be reopened. 川普伫顶个月提出取消参议院的做了议事规则60票的条件，互共和党伫咧因控制参议院，会当用党派投票的方式通过法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来关心阿富汗伫咧台湾时间初3透早4点半发生规模6.3的大地震，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个人。救援人员伫黑暗中拍拼乌，想要伫土石堆内找到罹难者遗体，也甲受伤民众救出来。地震发生的地点是伫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首府马萨里萨利夫地区，震度上强的地点是伫附近的库姆市，达到7级。داسې تېر شپه د هېواد په ځینې برخو کې زلزله رامنځته شوې له بده مرغه چې په بلخ او سمنګان ولایت کې نږدې 320 تنه زموږ هېوادوال ټپیان شوي دي. البته شهیدان هم تقریبا د 100 څخه پورته دي. هغه ټپیان چې لا هم په سیمه کې موجود دي د هغوی لپاره روغتي خدمات وړاندې کړي او د هغوی په ژغورنه کې کار وکړي. البته بیلابیل ادارات په دغه برخه باندې بوخت دي او د عامه روغتیا وزارت هڅه کوي چې د هغوی سره په ګډه باندې د خپلو هېوادوالو د ژوند ژغورنې لپاره کار وکړي. 地震發生了後，有民眾去當地出名的那些清真寺查看，發現喙齒的石頭甲建築材料散過塗骹，不過建築本身看起來無重大損傷。伊是阿富汗境內上大的清真寺，遜尼派穆斯林認為第4任哈里發阿里就待喺這個所在。那些清真寺捌去入侵的蒙古帝國毀滅，現存的建築是伫15世紀完成的。伊色彩真顯目的態度甲複雜結構出名，是真濟朝聖者一定會來的神聖所在。一般民家都無這樣幸運。外電報道指出，大部分阿富汗的民家攏是用簡單的土石墩的，無法度擋這麼大的地震，所以死傷的數字定定是幾落百人至幾落千人。當時基礎建設真差，嚴重影響救災。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 USGS 發出感色警報，規模這麼大的地震會致使重大傷亡，災害影響的地區原來會真闊。地震大災區拄好是伫興都庫什山區，也是歐亞板塊夾界所在，也是全球地震上接的地區之一。加拿大利班重新掌權的2021年以來，包括這屆在內，規模6以上的強烈地震都有4屆，前一屆是伫2025年8月底，地點就伫瓦近巴基斯坦邊界的庫納爾省，當時造成超過3000人死亡，4000多人受傷。公司新聞4家人編譯。即馬南韓已經變作是超高齡化的國家，總人口有一半攏是50歲以上。做喪的或者是替人整理手尾的商機是愈來愈大，嘛有真濟少年人開始投入相關的行業。 중심에 맞춰서 대부분이 신발을 양말을 제일 마지막으로 신겨드린다 생각하는 마음으로 정성을 다해서
南韩釜山科技大学的教授，殡葬系的学生囡仔认真看老师示范，学习替人体模型穿一言搁一言的韩国式传统寿衣，正式入幕。在国家已经走向超高龄化的时阵，照顾亡者的专业需求愈来愈多。这班学生囡仔为20几岁至60、70岁拢有。 우리 부모님이 나중에 돌아가셨을 때 내가 배운 이런 기술들이나 지식으로 마지막 길을 직접 모셔드리게 되면 참 좋을 것 같다. 那高龄往生者变多，南韩即马家己带家己生活的一人家庭，差不多占全国4成2，搁开始变另外一种社会现象，嘛产生维物清理这种新职业。47岁就温习手机内个案现场的相片，那亲像一世人的生活缩影。为房间内蹲满空酒干那为老行动不便的护具，生活分热拢得爱清好清气。 那是少年死者大部分是自杀的。19岁重度忧郁症的少女，家己住伫真下的考试院租厝的所在，无法度家己清理。过身了后，老蹲甲干那山的粪扫，加为做伴。 한 가지 독특한 점은 굉장히 소중하게 달았던 그 햄스터 케이지가 하나 있습니다. 저희가 발견했을 때 햄스터가 한 마리 살아 있어가지고 저희가 다시 가져와가지고 무료 나눔을 했던 기억이 있는 현장입니다. 赵文石讲，最近二手车出租公司的委托嘛变较济，因为真侪人是选伫车内结束生命。伊当地研究一种侦测孤独死的设备，希望有助量早发现，减少遗体放伤久的时间，变做更较歹处理。南韩高压高龄化社会已经促使送行者产业需求大大增加，嘛使得偌济少年人以同理心来做这个服务。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印尼东部落大水祸发生水崩山，造成至少有15个人失踪，其中有的是囡仔，饲料客要倒去厝的过程当中拄到大水。印度南部昨昏有一台卡车去弄到一台巴士，造成至少有20个人死亡，20多人受伤。 来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仔日讲，已经要求甲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见面，希望当解决1970年代甲80年代日本人去互北韩掠去的案件。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北韩捌伫咧2001年承认有派人去甲13个日本人绑票，利用因来训练兵种的间谍学日语甲日本的风俗。镜头转来咱国内，台中乌日一间人家厝半暝时阵着火。 那像是发生碎厝的纠纷，这个前厝卡竟然是偷放火来害死厝主甲因查某囝。目前警方是一定抓到这个放火的人。台中乌日这个铁厝基的民家发生火灾，相对赶紧报水线灌救，虽然及时甲火拍花，不过掉伫内底一对妈妈甲查某囝，互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因为是铁皮的关系，那燃烧的温度很高，连1楼那个铝门窗的 铝框都烧融哦，母女被困在西南侧的房间里面。那病患到我们现场，到医院的时候呢，就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那四肢及躯干外观上看起来都有一些都有很明显的2度以上的烧烫伤。经过抢救，17岁查某囝当场死亡，50岁姓吴的妈妈是转加护病房，不过经过救治，也是因为伤势伤重，救无转来。 车3环境差不多2点，监视器有翕到一台厢仔车捌去入去乌日5公路这个巷仔路了后，铁厝的民家随后就发生火灾。警方透早4点外顺续找到开车4苦的查甫人。你跟他深仇大恨吗？已经死了呢。警方表示，4苦的查甫人有伤家己的情形，就医了后随互人带去检举精神。初步了解，4苦的查甫人本来甲姓吴的死者租厝。 不过，今年初4苦查甫人甲姓吴的死者有纠纷，要求伊爱搬走，所以万分故意放火。他奇怪，他为什么每次都在那边晃来晃去，而且在那边不晓得行为怪异才去装的。是因为装了之后才发现。对，才发现的。对。嫌犯他在那边租屋也租了20年，那一直到我们了解是到今年的7月份因为租赁纠纷，原屋主就请他离开。 但我们了解，后续他还是陆陆续续有回去搬离他的一些物品，所以跟原屋主有产生一些纠纷、嫌隙，甚至于有时候会骚扰原屋主。警方表示，双方目前已经无租约的关系，幸亏查甫人犯案进前甲监视器全部破坏，犯案的目的明确，已经报请检方后续以杀人甲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记者采访报道。昨日伫咧艋舺龙山寺外口有几个人咧排打，讲民众只要摕证件，就会使来领1000块的现金，是啥真侪家友去领。虽然这业者是讲因是咧做公益，不过警方正咧调查，敢是有个资的问题。林仔口外口就是真侪人现场等咧排打啊，收集家友的个资。这个是在做什么？为什么？应该发公益的。面对警方询问，台商讲是做公益，因为看到人指控双方有对价关系。一手提1000块，一手提证件影本，家友手中的钱，防指控交易个资被证件换来。公安新闻检查的健保卡，那个钱都有办了。他是说公主我的楼住，然后赚到钱，来这边发红包1000块。可是很奇怪是，他说，他叫我们要双面给他们影印。排打的地点伫龙山寺外口，坐2早起11点外，排打的人找真侪人来。甲家友讲要发红包，也毋过前提是爱提供相证件，这款的行为互人检举。课正深入追查真实收购目的及各资流向，厘清有无涉及不法。甲以前比，有中人买小飞机合法滥查个资。定日马街病院个资外泄案，嫌犯也向海客集团买变换个资，转卖不法集团获利。因为个资是偷摕来，明确涉犯个资法。这摆警方已经接到3个人提告，会继续8000，敢是涉及不法。依照个资法规定其实买卖个资只要经过当事人同意，这都是没有违法的。那所以说这部分确实会是比较有点立法漏洞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后续不管我们今天是在所谓的诈欺集团或者个人资讯滥用这些部分呢，它对个人安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危害。今年3月，才有家友方利用涉嫌交付护照，提供真正集团方起诉。也毋过出现犯罪事实进程，爱是双方合意，就算有金钱交易，检警初期真歹介入，就惊有心人士将个资用伫不法，毋但自身爱承担后果，更加增加治安隐忧。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马网络诈骗又阁有新的手路。最近有诈骗集团利用花莲救灾民众的爱心，讲只要付现金，就会免费提供下岗。不过爱用网络操作来认证，用这种手路来甲民众骗钱。马达案去帮山湖帮花了后，真侪志工拢去花莲斗救灾。当初民众善意的举动，想袂到却是去互诈骗集团来利用。有的诈骗集团会伫咧社群铺文，讲只要付现金，就会当免费提供下岗。有的会假做业者，讲买商品就会当斗救灾。亲像这款偷用救灾名义咧运作的诈欺，铺文了后，等民众主动来联络，引导加来了后，透过互民众认证的手路来诈骗。这种新形态的诈骗从台湾现在这边开始出现，那会有个客服来引导你，告诉你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经过认证。那由于操作都是你自己来操作的，就很容易根据他的操作，结果把你账户里面的钱都给转出去了。即马网络真发达，认证煞变做诈骗利用的手路，因会传送假的链接，要求民众认证，结果讲认证失败，引导民众去操作网络银行。这款诈欺的方式已经渐渐取代传统解除分期付款的手路。诈骗集团靠说唔免先摕到个资，只要上网就会当下手。不过，无论诈骗的类型啥款，不少诈欺的受害者也是会落入去二次诈骗的陷阱。诈骗集团呢，它发送很多网络上面的广告，会使这些被害人主动掉入陷阱，进而就是诱使这些被害人就是主动提出说，自己有被诈骗的经验，那运用这种同理心的方式去让这个被害人掉入陷阱。那1/4的人收到诈骗广告之后，1/50的人会被骗。根据警方调查，平均4个人就会有1个人伫网络顶去接触到诈骗的广告。而且这个人若是钱去互骗去的受害者，因为赶紧想要把钱讨回来，所以就更加会踏入去这种的陷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务部公布，远东航空为108年开始欠民航局超过1亿，即马要甲远东航空2架客机来拍卖，起标的价销是500万。不过学者认为讲，这款巨型的连高校都无适合，可能是无啥物人会来标。远东航空 MD 客机就停伫松山机场，国际航空业者的停机坪外口，无人来维护。为108年12月13，远东航空停止营运了后，欠松山机场的机场服务费拢无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宣布，这个月11要拍卖2003款的远航客机。现
积欠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的相关费用包括劳基保费等那这个费用也超过了上亿元。为了要追缴这个欠款呢，查封了这个医务人所有名下的客机。这次拍卖的底价呢是500万元。在伊拍卖2只客机，第一摆被拍卖是 MD-83型客机，底价500万。经济院韩国期公开资料显示，这只编号 B2800的客机，伫民国80年12月初至首航，飞台北高雄服役期间，总起降次数6万多摆，飞行总里程2167万公里，退役进程载客932万人次。另外，这只 MD-82型客机已经是第4摆拍卖，因为减价3摆拍卖伫2011年有买主450万得标，不过依然停伫松山机场，欠停利费搁被拍卖。经历了很多次的拍卖，事实上都无疾而终。那再加上这6年来这几架飞机，它的整个封存的条件并不是很标准。那么如果说飞机的适航性已经不存在了，基本上它也就不可能再回到天空。学者指出，目前全世界还在服役的 MD 客机剩10几只，而且可能真紧就会退役，加上客机内底正下无可能乘做高效或者是餐饮空间，最后可能乘做废铁。民航局表示，第一摆拍卖，若无卖出去，就会拍在进入第2摆拍卖。对欠的钱已经申请强制执行，最后若无法度召回，法院会发借款凭证。记者综合报道。在屏东的内埔乡，遐个自来水系统去验到大肠管菌超标，罚管委会6万块，嘛要求伫咧初7进前大改善。因那管委会是认为讲，这是公所消毒的设施各样造成的，所拢无解决，所以宣布为初7开始就无要送水。不过这临时要停水，嘛，互当地2000多户的民众烦恼讲会常常无水通用。这个是自来水的，自来水，那这个是地下水的。民众即阵拍开水道头，也有水通行，不过对初7起倒边的简易自来水可能敢若存看的功能。屏东内埔乡美和村的简易自来水系统，因为验出大肠管菌超标，去互环保局罚6万块，要求初7进前爱改善。管委会认为净水过滤的设备害气，甲公所反映拢无效，决定对初7起无要阁送水，临时临要化停水，互2000多户的居民拢唔知要安怎才好。直接就水就进来了，我们没有水塔，就是插在这里，我们就一个头2个大。我们以为它已经在滤水，我们安心的使用，但事实上他说那是不能使用的，因为马达只要转它就溢水，所以就是关掉。所以它的水池根本没有绿化的作用。公所认为，滤水设备是因伫100年做的，不过维护管理应该是实际使用者爱负责。不过美和村自来水管委会无法度接受，新闻和县府讲要停水，县府表示停水影响民众的生活，水质不好影响民众的健康，要求公所甲管委会爱好好讨论解决。因为涉及简易集水设施是由管委会使用，以及公所当初新建的权责。屏东县政府以行为内部加工作，也邀集了简易自来水相关的负责单位，我们共同来商讨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不是设备简陋，还是其他的哪方面出了问题？乡长强调，原则上会以全民的用水权益为大先，袂互停水的问题发生。伫咧滤水设施也袂好势进前，官府也提醒，大肠管菌会当用高温杀菌，只要甲水消菌都无问题啊。记者柯明哲、柯家柱、柯朝阳、屏东采访报道。为了以护公共居住安全，新北市府甲厝尾顶搭铁厝，也有建造房间睡人的所在，优先来拆掉。到今年9月份，有300多件违章建筑是已经拆掉啊。因若拆除的费用会甲厝主来收。2017年11月，发生伫新北中和区的这场重大火警。迄当时厝头家为着要赚租金，违规继承25间，用茶价间套房出租，造成几下人死伫火场。新北市违章建筑拆除大队优先将顶楼加起继承，几下间套雅房出租独立的建筑，列为优先强制拆除的对象。统计今年到9月为止，新北市已经拆除改善超过300件违建案例，就是要防止公安意外。若厝主无愿意家己拆除改善，得由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去拆，各向厝主收拆除费。顶家的套房，它人员出入会比较复杂，而且它是盈利的行为。如果遇到一些火灾或者是消防设备不完备，可能会造成租客生命安全的疑虑。
跳岛大队表示，影响公共安全、限制经济、导电表的加工套房、高出租使用，经过2摆函文通知违建人，配合出示勘查，若涉及规避检查，也是闪避唔见面，会当以建筑法相关法规，处6至30万等罚金，限期改善。消防专家提醒民众，除了注意四处的所在监视违建，也爱注意监视层主体用火灾警报器、加灭火器。还是使用防火计经材质。我觉得，既然是违建，就代表它不是依法规建造的，所以它里面可能会应设的消防设备它没有设，再加上因为它顶楼呢空气比较流通，所以发生火灾的时候蔓延速度也会相对的比较快。它就是一个违法建物，它要把它重新再拉了它的水电，那所以用水用电的安全要注意，那当然还有电表它怎么分配，这些事情都要去留意。民间团体提醒，被税处看厝的时阵，轻轻卡计经的所在，接触了解计经的材质，才会当避免计经无好甲防火等问题，维护自身基础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有一个查甫人，伊去公园运动。可能是天气热，伊褪北体咧运动引起议论。有民众认为讲，安尼实在是足歹看的，所以随报警方报案。若这个查甫人就买手去互罚2000块。这是条故意哦，违反哦。高雄市大东市地公园内底有不少人散步运动，毋过进前数一个查甫人褪北体咧做运动，引起民众议论。保全真侪摆看到拢无改善，只好通报公园处甲警方。结果这查甫人和高雄市公园处连开2张罚单，总共2000块。男孩子是很平常的事情啊，也没有妨碍风化啊，不必要制造困扰了。附近都是那个比较多女性的，我是觉得是有点不雅观。各地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因为地方政府拢无同，属于地方自治管辖范围。目前6都内底双北甲桃园市是禁止公园内底食薰、配喙烂、钓鱼。台南市禁止伫公园内底食酒、食糖，拢无将褪北体列为禁止项目。毋过台中市甲高雄市是明文规定禁止伫公园内底无穿衫。如经制止或命其离开而不从者，将依高雄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第20条规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警方表示，褪北体本身无一定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毋过若伫公共场所凊彩褪北体造成妨害善良风俗，而且无听劝阻，相关应罚6000。伫公园因为有自治条例明确规范，管理机关应直接开罚。另外，伫路慢跑或者是运动场褪北体无砍下妨害善良风俗，未处罚。记者综合报道。昨日有民众看到一个查甫人骑奥多摆载几啊个布袋的物件，等落凤山溪。调查了后，发现这内底是藏建筑废弃物。目前警方是已经找到这个姓陈的查甫人，该移送法办。他停下来了，对不对？初日暗时10点多，姓陈的查甫人骑奥多摆载几落卡布袋，伫高雄凤山的国泰桥遮驶来驶去，当到无人注意，就停车甲布袋等落去凤山溪。规过程拢高附近钓鱼的民众翕落来。民众讲查甫人的行为鬼鬼祟祟，尤其布袋内底唔知影底啥，应该会出大代志，赶紧报案。警方随会动消防人员来护。他来第2次过后，我们才报警。啊，所以他是分了3次丢。他第1次来的时候没有丢，然后第2次、第3次才有丢。现场寻获7支芝麻布袋，确认内容物均为银件、废弃物及石棉瓦等物品。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缉行为人，陈姓男子到案说明。警消人员拢总找到2卡布袋，经过确认，内底拢是建筑废弃物甲塑料刀。警方透暝抓到乱抌物件查甫人，伊讲这拢是厝内装潢卡落来的，因为唔知要等去倒才会安尼做。环保局表示，塑料刀是有毒的废弃物，清运处理拢有相关规定。若是乌白蛋相关会当罚1000万，同时移送法办。石棉瓦属有害事业废弃物，破损易产生非散性细纤维，吸入肺部不易排出。清理时需充分湿润及双层包装，可大幅降低危害风险。民众若有清理需求，可向环保局提出申请，将由专人辅导协助办理。原地就是社会案件，加在证实是乱弹废弃物，姓陈的查甫人方按照废清法裁决。不过环保局强调，建筑废弃物甲塑料刀拢袂使乌白弹，民众千万唔通省思属性，最后煞来食罚单。记者柯家族用高雄场报道。最近中华花坛的清洁队当咧整修，
本地民众是会使逐工24点钟都会使去遐拼粪扫。不过，伫咧整修完成进前，是干那开放拜一至拜六会使去遐等粪扫。不过，都有民众真无公德心，竟然甲粪扫乌白等伫咧清洁队的门口，甚至强要甲这大门拢拆掉咧。清洁队大门明明都无开，但是所有人直接甲粪扫等伫清洁队门口贴甲强要比门较悬。清洁队员发现了后，赶紧加班处理，就惊粪扫会愈贴愈悬。安尼乱抌粪扫的行为，嘛，互其他的民众看袂落去，认为伤无公德心。觉得很没公德心，已经很方便了。就要照顾点行啦，配合吧。遮等粪扫敢有方便？当然好啊，当然方便啦。中华关花坛乡的清洁队原本是24点钟拢开放予民众等粪扫，但是因为当咧进行整修工程，为10月24到12月24这段时间，收粪扫的时间敢若开放拜一到拜六，透早6点到暗时7点。公所嘛呼吁民众整修期间请配合时间等粪扫。我们在计划里面都有公告，让民众来周知。希望民众能够体谅，因为这个整修是必要，要求厂商这个施工期限要压短，我们也有在努力啊。花坛乡公所表示，乡内原本就有定时定点的粪扫车咧收粪扫，开放清洁队是为着让上班的民众方便等粪扫。这边因为整修工程调整开放时间，请民众配合体谅，爱有公德心，千万唔通乱等粪扫。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嘉义顶安宫供奉主神是观音佛祖，这尊佛祖的体态看落是较查甫像，嘛是较罕见的。有专家就鉴定，讲这尊观音佛祖已经有260年的历史，咱做伙来了解。嘉义市嘉义寮顶安宫为着观音佛祖的佛诞，因是较早100年故乡路，伫嘉义市内举办平安绕境的活动。庙内观音佛祖神尊，唔但做伙出巡，而且佫是真罕见的查甫像观音佛祖。明末清初的时阵吼，伊的发相吼，就是在迄个当时的所雕的架势完全的无共。咱遮会较查甫，较迄面型哦，较查甫款，较查甫款。哦，外口的。外口会较，咱咧看拢全昏面的。嘉义市的顶安宫，去伫1872年是嘉义寮这个自路的信仰中心。庙方讲，庙内即尊观音佛祖，伫较早医学无发达的时阵，有做药引的历史分析，佮因为面容较威严，所以甲一般看到的观音佛祖较無共。到当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早吼，迄拢会做药引来治病万民安尼吼。根据所资料的即个年轮来算啦吼，因为用专门的仪器来计算吼，才有260年。这间顶安宫到今已经有153年的历史。针对庙内查甫像的观音佛祖，庙方讲，不管是威严的查甫像，也是慈祥的查某像，这毋但是法上雕刻的风格，嘛是地方信仰文化当中多元的一种表现。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体育消息，咱来看美国职棒道奇队摕到世界比赛冠军，完成2连霸。初三登去到洛杉矶举办游行，是写几啊万的球迷做伙来庆祝。那日本籍的球星大谷翔平甲山本优信，今年的季后赛是表现了真出色。因2个人伫咧发表感言的时阵，现场的球迷嘛看甲欢喜甲。道奇的日本籍球星大谷翔平甲山本优生在同一代巴数，一直向球迷一手第二。总教练 David Robertson 摸到冠军奖杯，庆祝道奇摕到冠军，车队经过华特迪士尼音乐厅，现场气氛达到上高点。洛杉矶道奇经过7场苦战，摕到世界大赛冠军，将做25年来第一支连败球队。初三8月登到洛杉矶举行疯狂游行，车队经过市中心路边插满蓝白旗啊，现场有几多万的民众伫咧喊声庆祝。游行结束了，道奇全队伫咧道奇球场举行庆祝大会，现场的人是开甲满。洛杉矶的垃圾歌手冰块库巴。甲冠军奖杯摸起伫台顶时阵，大家是花甲强要哨声，但互相评价有约要3连霸。I'm so proud of this team, and then I want to say, you guys are the greatest fans in the world. And then I'm ready to get another ring. Thank you, my teammates, my coaches,
our amazing staff and all the fans. We did it together. 摕到世界大赛 MVP 的山本优生，正罕见的用英语向球迷发表感言。游行的沿路，真侪球迷拢讲，斗志会当摕冠军，日本职球星是关键，特别伫咧季后赛表现正稳定。Of course, our Japanese pitchers were critical to the success of our team, not just in the World Series, but in the NLCS and in the whole season. Just they came through clutch so many times. Yamamoto, of course, MVP. Huge game, and I can't speak enough about Ohtani. Of course, he can only do everything. 洛杉矶市政府出动上百位警察维持秩序，防御游行上尾伫斗志球场结束。自大陆游行到球场庆祝，球迷甲球员共同享受应有的时刻，象征要开始斗志王朝。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我来看埃及的大埃及博物馆，伫咧当地时间这个月初1开幕啊。这个博物馆开超过10亿的美金，内底展示超过10万件的文物。也那这文物内底，还佫有7000年前的，其中有一只法老王陪葬的船，嘛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只。咱做伙来看卖。世界有名的吉塞金字塔区无人机伫夜空中描写出古埃及甲顶波图像，包括图坦卡蒙王的金明区观察甲王座，也有代表法老权力的仪式用战车甲船只。全球最大的大埃及博物馆在仪式大开幕，庆祝仪式充满古法老风格。ونحن نحتفل معا بافتتاح المتحف المصري الكبير. نكتب فصلا جديدا من تاريخ الحاضر والمستقبل. في قضية هذا الوطن العريق فهذا أكبر متحف في العالم. 埃及文物真丰富，展品数量会当讲是完整有记的2倍，大约10万件。那参观的游客每一件展品欣赏1分钟，所谓收藏看完都要70日。展物自过去历史7000年，为史前时期一直到公元大约400年的希腊到罗马时代结束。全馆总占地面积约50万平方公尺，相当3个台北国境博物馆园区，开超过10亿美金，经费来自埃及国内资源甲国际合作。كنوز الملك الذهبي الملك توت عنخ آمون اللي هي مساحتها 7500 متر مربع. مركب الملك خوفو الأولى مكتملة، وأثناء زيارته يشوف المرممين وهم بيجمعوا المركب الثانية. 这摆开幕，全球数十个官方代表团受邀请，其中荷兰总理斯霍夫表示，会将一尊约3500年历史的雕像献予埃及。听讲历史会当追到西元前1479年到前1425年之间，可能都是伫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期风淘汰了后非法出口，后手出现伫国际艺术市场。公司新闻吴林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加19度，上悬24度。中部地区上加20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加21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加19度，上悬28度。来看外岛地区16度至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